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嘉义民雄一个巷仔底内徛街有人开枪，真济警察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处理。这个嫌疑犯为厝内一直牵着放的物件出来，现场不闪时有爆炸声，警察真细腻。这个嫌疑犯手头也搁压一个人，警察就搁较斟酌，甲现场围起来，和这个嫌疑犯斗啊讲，总算甲人放出来。初步了解，敢若成为厝卡伫咧互相冤家，有人开枪，加在无人受伤，即马警察正咧进一步调查。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这是南投埔里东门里的复兴路，有民众早起时发觉讲厝门骹口排水沟啊，互人倒真济白米入去，水沟啊规个塌掉咧。里长也有热心的民众赶紧斗相共摕卡啊，甲白米糊起来。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米来带来了解。新米。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排水沟里出现满满的白米，居民赶紧拿勺子将白米一勺一勺的舀起哦。那么这是发生在南投县埔里镇东门里复兴路，一名住户早上一出家门，发现水沟盖旁边撒了一些白米，从缝隙看进去，水沟好像有不少的白米，赶紧通知里长，里长赶到现场，和居民合力搬开水沟盖，结果呢当场傻眼，因为超过60公分深的水沟竟然被倒入满满的白米，长度至少有3公尺，几乎堵住水沟，严重影响排水。里长和热心民众纷纷拿起勺子将白米舀起。带来看一段稍早画面，一大包把它倒下去，水沟满满的啊！我来看米都好的，没有生虫。那么居民发现现场遗留2个容量30公斤的米袋，怀疑是普渡拜拜时的祭品，遭人随便丢掉。居民看到白米被如此糟蹋，十分心疼，也痛批这种行为实在太离谱。以上就是收营长的最新资讯。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新北市有来一个今年6岁细干的查甫囡仔，为拜一跋落水失踪，消防人员已经找几落天，甲打也未找到，因为已经超过72点钟。今日改做是管区内有来分局继续找，详细情形咱就要连线记者张培珠来带咱了解。培珠。好，诸位观众，6岁简姓男童落水失踪，到现在还是没有下落。但是从事发至今已经超过72小时，也就是搜救黄金72小时。那么搜救人员昨天也宣告了，这个大型的搜救任务是已经确认终止，今天改由辖区的乌来分队进行岸巡的搜寻部分。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呢，其实这几天在搜救的过程，整个的是相当的艰辛的，很多的搜救人员他们都差点被冲走，因为溪流相当的湍急。那么今天呢，加上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搜救任务主要会是以岸巡为主。那么而昨天这个男童的姑姑，她也有说，男童有托梦给他，说自己是卡在这个15.5K 的2块大石头底下。不过经过这个搜救人员他们下潜进去搜寻，是没有发现下落的。那么今天呢，会继续由这个乌来分队他们继续这个搜救的任务。而这整个事发起因呢，是在26号的时候，简姓男童他跟父亲一起来到家里外面的这个南势溪捕鱼，但是呢，父亲一转眼就发现这个男童他落水失踪了。经过呢5天的搜救，今天是来到了第5天了，还是没有下落。其实家属是相当的焦急的。那么今天改由这个乌来分队他们要进行岸巡的搜寻，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男童。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多谢培珠，继续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因为外国警察检查做一走，引起到这个警察发生车祸不幸无命。来看到这个姓王的当事者，下午9点钟穿浅色的衫底裤向前行，看镜头拢无表情，媒体甲伊问，伊嘛点点无回应，嘛无讲安怎。刷来去超商买凉的，就赶紧登去到厝内。根据了解，伊11点就要去管区的派出所报到，到时敢会公开讲啥，甲大也唔知。
继续就要来关心新北市汐止的警察4点角，为了要抓骑倒摆违规的人发生车祸不幸过身，厝内人艰苦坐挂，还有一个交往要10档的女朋友，就无啊心，敢若是心咧挂。过了工前，才拄翕好新娘网衫，已经准备要结婚。无意外发生这款的代志，女朋友代志发生了后，嘛伫咧社群媒体写对男朋友的笑脸，叫伊下世人莫阁做警察，爱好好啊做伊的男朋友。这段字，互人看咧到底，心肝头亲像尖咧微微肿。新娘衫真水，这个查某囡仔嘛笑甲真幸福。后一张两个人相对看的画面真甜蜜，但是即马这真水的新娘相，拢已经变做是过去的记忆。相片内底的人都是勇敢的4点月，但是伊已经无伫咧这个世间。接到男朋友不幸来过身的消息，女朋友第一时间赶到病院，讲什么都爱来看最后一面。但是面对这么大的代志，心内艰苦甲心痛，无法度来承受。特别伫咧网络顶来看两个人的定情歌，脑海中浮的拢是两人交往差不多10年的相片。看到两个人行遍台湾各地甜蜜的相片，交往的纪念日4点月，佫会亲手来做卡片送予伊的女朋友。平常时收集的红仔也是7套米，伊算伫咧结婚了后要放伫咧厝内做布置，这一切大心甲斟酌，全部拢已经是无可能。男朋友突然来过身，互已经咧讨论要结婚的女朋友无法度来接受，伫咧网络来写，毋是讲好今年要求婚，我搁咧等你，更加艰苦的讲是安那，就安尼甲我等下就走，我真正真想你。勤务已经结束啊，后世人莫做警察，好好啊来做我的男朋友。最后搁写着我真正真爱你，一句一句互人心碎。10年的感情，因为一场警察甲嫌犯的对立，一个查某朋友心中留下无法度忘记的伤痕。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民办大公司华盈团工有裁员的危机，进前才拄团工欠台电7月份的电钱无纳，可能会互台电改停电。即马搁再团工员工逼消息，讲要甲2100个员工全部死头路，敢若留50个人。华盈公司出面回应，因讲到公司即马当咧研究，会和台电讨论电钱的问题。通知劳动局嘛讲，也未收到大量死头路的计划书，呼吁华盈一定要守法。台东集团下骹的中华应工公司，摆是显示器面板摆头砍的大厂，毋过即马外口剩无几个人，经营的危机通人知。进前毋若团讲7月电钱无纳，阁有员工逼讲要裁员裁2100人。员工都没听到过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真侪员工对裁员的进度拢无啥啥，桃园市劳工局嘛强调，公司若要一届甲真侪员工拢辞掉，爱提早2个月申请死头路计划书。毋过到今华盈农业未退步，伊过2个月内未有动作。毋过团讲华盈毋若7月电钱无纳，得要红灯灯啊，阁要甲97%的员工辞掉。面对这个争议，华盈出面回应。后续的措施都还在商讨中，那公司的内部也还没有布达确切的相关资讯，这边还会再跟台电去进行沟通，内部也会针对供电的使用上去做一个限制。对，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就是不好啊，状况啊，跟大家，但是他目前确实还没有开始是这些动作，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当然在关注。其实华盈毋闹电钱甲裁员的问题，若是要增加工资代偿基金发的速度，嘛有停业的可能。刷落来要安怎行？2000外员工拢等咧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出名普仁综合病院有员工出面逼消息，讲病院伫咧成一个高中出业的过程时，4个甲人放送消息，讲伊是预防医学科的主任，佮违法的健康检查官，顶面无写讲病院的名，也毋过有留电话，留的拄啊好就是普仁病院结合的这个综合健康检查中心的电话，互卫生局认为讲安尼行为是违法。另外，这人也佮讲伊是主管，叫员工都要借钱互伊，安那无就无头路，员工互伊刁难。落尾普仁病院出面背回，讲这人是另外一间公司的员工，和因无牵连。我一个人在钱柜，我上面没有钱，那我想说找我的同事帮个忙。讲是要找同事斗相共，实际上是要甲员工借钱。这个穿着靴子、挂目镜，讲家己是普仁病院预防医学科的桂主任。一句话，我喝了酒，讲一句话，有这么重要？面对员工的指控，桂主任真激动讲，一切拢是你滚生笑。
但是伊伫咧公司内面要求每一个员工拢爱汇1000块，佮强调无汇就爱来离职。讲若是连1000块拢无愿意，安尼伊家己真正就想要杀人，佮打出伊的假金铺啊，爱员工来好好把握机会。面对员工无愿意来汇钱，甚至会讲出歹听话。他会说他是预防医学的主任，永远主管一直用恐吓的方式跟要求员工借钱。摕到柏林病院员工证出面指控，郭主任欺负员工。事实上，这名姓郭先生是用柏林病院预防医学科主任的名义，违规咧卖健检券，每卖掉一张3000块的票券，就会当抽成1800块。敢若是今年7月就卖300张，但是来看这张健检券，顶悬无来注明病院的名，只有登另外一间公司的印仔，但是免付钱的电话却是柏林健检中心的号码，都连负责人嘛是柏林病院的院长。更较含的是，票券不但无履约的保证，嘛无使用的期限。这嘛，互卫生局认为是违法。柏林医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票券，好，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可以裁罚5万到25万元的罚款。他不是柏林综合医院聘雇的员工，他个人的行为，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样子的说明。想要来甲这个姓郭主任切合你，强调双方伫咧这个月23号以后，就会解除合作的关系。卫生局嘛提醒，一般医疗院袂当来卖健检券。啊，若无就是违规，爱面对法则。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白干仔底乌目水，真是乌到心。台东市市区最近就出现这台车，沿路一直摆真济乌烟出来，规个乌布布，互人满山拢是像师傅找母牛。后壁人根本看袂清楚头前的情形，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环保局嘛讲，民众会当翕相来检举，后日伊嘛会较接来加查。沿东港一直四界咧凊乌烟，出现密集的车，后壁的驾驶拢看袂到头前，真正是真危险。边仔的乌多摆佮挑伊佮甲车骑较慢咧，都想要离较远。但是这台密集的车煞拢无感觉，继续驶，沿路佮一直咧布乌烟。台东市区最近出现这台密集的车，但沿东港雾出来乌烟，味真歹闻，佫会影响驶车的视线。加上车真多，民众想要超车佫唔敢，对这种污染空气佫妨碍驶车的行为，实在是互人真生气。那未来的修法它还会有一个累进的。会加倍 double。根据目前空污法，会当来罚1万块的罚款。若是可抗袂听，上严重就会当由监理站强制来停止驾驶。只要翕下密集车来检举，环保局嘛会通知车主到案来处罚。一般都是吃机油比较多啦。就是弹钢这样子，要弹钢。密集的车的主要的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引进旧气来产生不芳，乌油流出来，机油走入去，出现食机油的问题，也是旧的柴油车烧未完全来冒乌烟。提醒民众要加注意家己的车，莫变做是后一个公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污染的话题，要来关心桃园新屋后庄里大坡溪，中道和在地民众发觉讲，规条溪仔水染做红记记，头尾1公里，造成人环岛农作物会去污染到。市政府环保局赶紧派人来查，落尾发觉讲是水源头顶盘卖香的业者甲染料车倒，该在送水去检验，一切拢真正常。也毋过依法爱罚，上盖当会当罚300万。真清气的溪仔水变作红色的，看起来就袂输那火同款，实在是有够恐怖的。大家看到就心情都恐慌了。农民当然是担心它这个沿线这个排放废水有毒啊。28号中昼桃园新屋的后庄里大坡溪，后民众发现有1公里变作红色的。农民讲附近的田拢是用这条溪仔的水来引产的，环路农作物受到污染，希望环保局赶紧找到凶手。稽查人员到现场做检测，水的 pH 值甲水温拢正常，嘛无重金属的反应。继续搁追查，才发现原来是水源头一间做香的业者造成的。不慎因为儿童在嬉闹，把他的染缸在印染这些香角的染缸染剂打翻了，那把这个染剂溢流到场外，造成场外的污染。那现场环保局也立即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30条的规定告发，后续业者恐遭3万到300万的罚锾。
稽查人员初步了解，食料是水性的红墨水，无重金属的成分，对溪仔未有伤大的影响，嘛未伤害到农作物。红色的食料会自然互溪仔水冲掉，未来会搁派人对业者做抽查，避免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消费的消息，要来关心市面上一寡补习班，拢是叫人先纳钱，结果有的补习班强强倒去，消费者已经纳上万块的补习费，找无人讨。敢讲敢会当家己高估使？现主时台北市市政府就检查910间的补习班，发觉讲其中270间业者违规，无含消费者签契约。另外，有人大主大意改契约，要求违规的业者限期爱改善。另外，提醒消费者要签约进前一定爱看好清、认好明。袂少人会去补习班来报名充实家己，才袂倒掉无墨水。这几年煞传出讲真侪出名补习班的消费争议案件。伫今年的3月底，一间出名的外语补习班，伊用这个先纳补习费会当享受优待来请学员报名。有的人已经先纳几万的，甚至是数十万的这个学费。想袂到这间补习班的营运方式煞出问题，上尾啊煞传出恶性甲人倒钱，上少也阁有30个人受害，就惊讲这款的案件阁再来发生。台北市政府大动作来展开这个稽查。从105年、106年都曾经发生过大型的连锁补习班无预警歇业的案子。如果你是预收超过1个月的这个学费，就要采取这4种履约保证的这个方式。针对台北市补习班履约保证的查核，拢总查到910间的这个补习班业者。结果，敢若是无甲消费者签契约，也是这个契约无下规定的，就有271间。其中，阁有超过1/3，也就是104间的补习班无来提供履约保证。来看一般这个符合规定的补习班契约书，顶头的履约保证项目，包含这个收费、缴费、退费这些，拢爱记载甲清清楚楚。不过，这个无符合规定的业者，煞甲这个履约保证的项目拢甲汰掉。也是讲收费缴费的方式嘛无写清楚，有的甚至拢无写明，搁爱消费者来签名。那这一次所查到了这个没有他的契约没有依照规定记载的呢，经过那个教育局纠正呢，都已经在改善期内改善完毕。消保官强调讲，通常像这款的案件，大部分拢是迄款外语补习班，也是电脑补习班。入案补习班的收费，就要有一定比例的银行履约保证。学员伫咧签约进前，目睭都要闭好紧，确认好清楚，看较点点的，安尼才袂去惹到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有真侪人昨日咧目睭金金看，这是代替拜四半暝啊开始卖中秋连假的车票，9点钟来拢总卖24万2000外张的车票。东部线台北往回花莲台东较抢市的时间，普悠玛号、太鲁阁号、自强号拢互人烧钱买了了。半暝有真侪人透暝伫咧烧钱买票，真侪人讲系统调伫遐卖顶卖当。代替嘛讲即届算是真顺势，因为头前20分钟拢总卖15万1000张的车票，比5日这前一天加差不多1成。另外，高铁嘛卖23万张的车票，一寡较抢市的时间票拢差不多卖甲完啊。佮加开6个车帮，明仔拜六新历8月31半暝饭点就会开始卖。后个月中秋节3天的连假，双铁才拄开放予民众订车票，有袂少热门的时段早就销到空。代替一日开始卖，前20分钟就销15万外张，统计开卖9点钟来。就销出24万2000张，比5日这时加卖1成。20分钟，我们统计总共完成93400余笔，跟我们端午节来比，还比端午节略微增加。不过民众要是买袂到车票，甲看代替东部路线自强号路南的车次，前这个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2的下晡2点以后，到9月13的下晡3点，所有的车位拢卖出去啊。另外，这个西部线坐车的人潮，嘛对12日下晡3点一直到13日中昼，车票嘛是销价空。若是对这个上北的路线来甲看，15收假迄天，东部路线的自强号早起8点了后，票就拢互订了去啊。西部路线嘛，从早起10点了后，就拢逼满去啊。车票真的很难抢，然后我们都要说，如果说要做后天的那个车票，然后要订，然后都要那种12点就要上去订，很困难，跟抢张学友的票一样。就很难抢到，可是就觉得是大部分都被旅行社抢走这样。那这个代替的车票这热销，高铁嘛是同款做甲下叫。路南的车次9月12下晡3点了后，还阁有13个早起6点到下晡1点，拢是热门的时段。上北的列车休假日15迄天，
9点以后嘛是拢满啦。虽然讲还佫有这个自由座，不过高铁也是有加开6班的加班车。伫个8月31日返程开始卖。中秋连假要转乡里，也是要去佚佗的民众，抢买车票卡手都爱较猛咧。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阿宝嘴网络刷手掠外劳，国立历史博物馆伫咧库房清点的时，无意中发觉4张毕卡索的作品。国立历史博物馆去年开始休困，开始订翻。最近清库房历史文物的时，就工作人员发觉讲仿毕卡索的图，感觉真有路，那亲像是真的共款。落尾找专家来鉴定，发觉有3张石版画和1张白版画，规张好好，拢是毕卡索画。原来这是西元1973年毕卡索过身了后，博物馆伫咧当时办一个展览，请伫咧澳洲的人来采讲一寡仿毕卡索的画，结果跋倒扣钱是无意中煞买到真的。简单的线甲妈妈对囡仔的爱画甲真够格。相片内底这张图是毕卡索1963年的石版图作品《母甲子》，本来是用复制品的标准收藏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库房内底。不过最近真理所发现，这不是复制品，是真的。专家认为，复制的海报过程当中，这4张应该是被认定是版画的这个原作。真品互人当作复制品，伫为1973年毕卡索过身开始讲，国立历史博物馆迄当阵为着要办中西名画展览，请人伫澳洲买毕卡索的复制图甲海报。去年博物馆征收要做博物馆升级发展的计划，到今年第3期库房文物的整理的时阵，专家才发现72件作品内底有4件是真品。1963年之后才有所谓的版数，200版，然后呢有签名有这个号码，但是这1963年之前的这一批画作是没有版数，根据这个纸质，根据这个版画的制度，学者专家们认为这个版画的原作。那这张石版图《母甲子》，还有这2张1962年的石版图《照甲日头》，甲1幅千年款，另外还有1幅上早1949年的白版图《和平婚照》，嘛拢互认定是毕卡索原本的作品，因为版图是刻好了后才去印出来的，一届会当印真侪张，所以伫市场顶的价钱无一定，为6万到100万拢有。不过艺术的价值无法度估价，未来博物馆卖新办网络展览，互民众欣赏到这作品。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无简单估价，继续要来看到交通部8月中已经核准中华邮政公司全面起薪水，起1%到3%。交通部顶礼拜搁再核定，都要加发邮务司8楼梯的津贴，因为较劳苦，逐个月会当加领354块到566块银。为今年元旦开始算，10月起就会当开始发。不过一寡邮务司也是真烦恼，讲若是上楼梯的时，其他的包裹可能互贼仔偷拼去，且嘛有可能互警察开罚单。安尼安怎算都袂好。光着小包穿皮皮，这个小包有30公斤，就要安尼光2站楼。邮差除了送批，搁用当作是搬物件的工人，怨叹讲是流费官。交通部核定要来加发邮差的上楼津贴，每个月上济会当加500块，10月开始发货。但是邮差敢若拢无啥满意。很多同仁会觉得很不满意，因为我们一天带出来要投递的包裹都是100-200件。一天下来的量很可观，就好像是随便搪塞我们，差别坦白讲，真的是太大了。工课真重，平均册每一天爱走2卷，平均册每一件拢爱伫咧3分钟左右来送完，但是超过一半拢是爱亲身送去楼顶，工作量恐惊会增加3成。算算的，未来每个月上楼的津贴加了354到560块，虽然规个人事费会加增加1000几万，但是邮差认为津贴甲因的劳力袂当比，去楼顶来送物件的时阵，搁较烦恼其他的批也是小包会互偷摕，也就是违规停车来互罚钱这个问题。他可能为了说要赶快送达，那有时候都会就不小心做了一些交通违例的事件。公司一发布这个新闻啊，就很多大楼管理员啊就已经拒收啊，就造成我们投递同仁的困难。万一邮件遗失，谁负责任啊？叫我们同仁每个人来赔啊。以邮局快捷上述一件小包80块来讲，比起一般送物件的外部公司130块，确实是减了50块。这摆增加邮差的津贴是好意，但是要安怎发，要安怎配合，恐惊拢爱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钱，继续来看到劳动部公布上新对出业学生薪水的行情。去年出业学生算博士、硕士、学士，也有专科在内。今年4月平均册薪水是34278块银，其中博士出业的起薪上介悬有67000多块，若硕士49000块，学士的部分差不多3万块。不过，若是看这个起薪水幅度的比例，就无分学历。规个出业的学生做是第5年，和头一年比起来，起薪水差不多是起5000块到9000多块。当年平均册敢若增加4%，会当看到食人头路1000万块，拢是为着巴肚。目睭真凝目，手咧搭字盘，伫办公室咧整理资料。真侪哪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拢想要知影新人的薪资行情到底会当领偌济。劳动部公布去年的这个毕业生，包含博士、硕士、学士甲专科生。因的薪资状况统计起来，因的平均薪资是34278块，其中以金融、保险业的这个起薪上悬，有43508块，搁再来是电力甲燃气供应业有39947块，制造业嘛有37325块。金融业这几年其实也有释出很大的利多，譬如说有很多的红利。若是甲比起学历，甲看最近3年的资料发现，讲学士的起薪上低。105年的毕业生，因的薪资是28000多；107年的毕业生，才小可调到3万。专科这3年来的毕业生，因的起薪嘛调无偌济，上低是3万通啊尔。也若硕士105年的平均起薪是46000多，到这1、2年嘛有挖要到5万。不过若是博士学历的毕业生，106年的行情就67800块。即马上新的数据煞小可落到67400块。假使讲，若无甲分学历，以整体来看，甲追溯到5年前，103年打毕业的这个薪水平均起来是33153块，到108年的4月底，整体毕业生的起薪起到4万通啊。那个按册算来，一年的加薪是无到2000块。有一些博士生他可能没有找到觉得适合的工作，那他可能相对于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程度比较低的，薪资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根据人力银行调查，90年代了后的少年人有约60%无满意因家己的薪资，普遍拢有起薪低、加薪困难的问题。这个新数据嘛反映出这个逢请的人因的态务有较求水。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拄则台北市雄落一阵大雨，提醒大家今仔日规台湾的天气拢无讲真稳定。气象局下特别针对桃园发布上大雨特报，另外新北市嘉南同款有大雨特报。气象局讲，因为南边的云转为北边去，台湾附近的水汽就较济，各地天气较无稳定。另外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1度到34度之卡兜。若是无落雨，就会较漚翕热。即马伫咧南海半空中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拢有可能的热带扰动会出来。上紧礼拜日就会当知影讲，敢会变做今年第13号风台00。另外，拄啊好嘛是一年一届大巴流。西南部的地区，伫咧这段时间海水会较涨过这个警戒数字，沿海地势较低所在，嘛要特别注意。搁再来关心2年前台湾发生分普尼鸡卵的代志，主要就是饲鸡人为了要偷鸡的家走，才会违法掺农药分普尼，结果说的农药撒到入咧鸡卵。即马农委会就核定治疗鸡家走、动物药啊、氟雷、拉纳，小数嘛会当正式公告，讲会当用的标准。也毋过若是无照规定，浓度伤过悬，也是依照食安法，上少罚6万，上济会当罚2亿。上新的现场继续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昨开直播，伊讲到人才拢走出去的问题，雄强讲一句讲红红拢飞去，剩一寡鸡，互人讲看外国劳工无目的。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嘛，互人问到这个问题，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转状态上，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交通汇报，而在会议前也接受媒体访问，针对相关时事议题，像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共上韩国瑜，他昨天跟他的国政小组开直播来讨论青年政策。不过谈到人才流失问题的时候，韩国瑜却脱口说出凤凰都飞走了，进来一大堆鸡，而就是这句话也被批评是在歧视移工。对此，柯文哲也有最新回应。我倒觉得这样的，有时候
戏谑的话就算了，在人与人之间通常是这样的，你对人家好，人家才对我们好。所以我说我每次办那个开斋节，我就心里面想说，我对你们好一点，希望以后你照顾我们那些长辈也好一点。对。他事后解释说，鸡是他是属鸡的，所以他是吃鸡。那市长你自己看，凤凰跟鸡你是哪一个？啊，无聊的题目算了嘛。就是这样的，失言就算了。我看他最近少讲话算了，真的给讲卖讲啊。可以听到呢，柯文哲认为韩国瑜最近失言不断，还劝他干脆少讲话算了。而另外呢，现在国民党整合困难，因此立委江启臣呢也是提议，干脆国民党来个韩朱配，配上副手朱立伦。不过呢，柯文哲觉得这样并没有加分。韩朱配会增加你的亡国感吗？还是减少亡国感？朱立伦跟西亚有人老不会了，这个韩朱配有确定吗？国民党有人建议，强力的建议。这个组合差不多了，没有加温也没有扣温，大概就这样。另外，郭董今天结束3天的中东行，返回台湾。不过，现在外界传出亲民党打算把政党推荐的门票让给郭台铭。不过，柯文哲认为这只是在放风声，除非真的党主席宋楚瑜亲自出来证实，否则就是听听就好。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品玲继续特别来关心讲，市长韩国瑜昨暗本来按算要住伫咧新住民的厝内过暝，结果身体强讲无爽快，临时临夜取消这个行程。今日早起时，伊接受媒体访问，嘛讲到伊的行程确实是伤过济，咱来听伊拄则的讲法。谢谢哈，市长，我们讲一下身体状况，还有我看你眼睛红红的嘞。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行程太多啊，每一天大概都7、8点跑到大概晚上9、10点。昨天跑得更晚，大概跑到晚上11点。不管是活动啊、讲习啊、开会啊，太密集了。所以连续几天下来之后，来到了跟新住民座谈完毕之后，再到新住民的家里，他嫁来台湾20多年，再聊一聊小孩子的教育问题、经济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还有他身份解决的问题。那大概谈到11点多，所有的意见基本上都交换完毕了。那就觉得有一点疲倦，大概连续跑了好多天，都是非常的密集。那昨天晚上就是跟新住民的朋友谢谢他们，那11点多大概离开家，大概睡了7个小时。今天早上我也感觉我像无敌铁金刚了，好吧？好。那郭台铭有可能宣布参选，你怎么看？谢谢大家，就这样。另外，5号世界大代志要来关心意大利苏德良碧丽火山，会当讲是在地3粒大火山其中1粒。在地时间28号，搁一届爆发，火山灰冲起伫半空中变作香菇云。附近的小岛嘛会当感受到火山爆炸的威力，该在无人伤亡。高嘟嘟的火焰烟对海面架过来，就亲像灾难片的现场同款。苏当时伫个海面有这个小只船啊，惊一个漂甲喷卡倾去，这个真惊人的火山灰嘛，冲到半天悬，来成做真壮观的双龙云。这个意大利西西里岛外海的苏德良霹雳火山，当地时间28搁再来喷发，几个公里外拢会当感受到伊的震动，甲吼吼叫的声音，会当看到这个火山爆发的威力实在是真惊人。It is a fairly active volcano, as you can see there, but the volume of Wednesday's eruption was a bit of a surprise. 另外，火山的火焰浆嘛引起野火，消防人员紧急出动快船、直升机来灭火，加载拢无人员受伤。其实这不是苏德良霹雳火山头一摆的喷发。It's the second eruption in 2 month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Geophysics and Volcanology reports this erup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one in July. 苏德良霹雳火山伫个7月初的时阵大规模来喷发，迄当阵造成一个登山客死亡，也佫有真侪游客就要跳海去避难逃生。煞尾，这个意大利当局就禁止游客入去内底。苏德良霹雳火山伊的海拔有924公尺，大部分的山体拢浸伫个水的下平，是意大利3大活火山之一。未来嘛有可能会搁再喷发，若是有计划要去迄科雷亚的民众，都要较特别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看到人饲的这只宝贝动物，恐恐一个甲看掠主讲是猫，原来这是霸。最近一寡霸伫咧外国，互人乌白掠去抬，走私伫咧卖，强要绝种。其中东非索马利亚半岛，当年拢有真济霸，互人送去阿拉伯半岛，在地真济好野人饲霸当作宝贝动物，伫咧社群平台网站顶风行。本来真威风的霸，煞互人当作是厝内饲的狗。阿妈棍来绑着锁啊，在人网甲翕相，阁有可怜的细只霸，互挂着狗链啊，密伫咧壁角。因本来是非洲比赛走的冠军，煞互人掠来，互有钱人当作是点好价的佚佗物。甲霸塞落去水内底，恐惊只是一部分。有钱的人真介意甲霸掠来甲名车翕相，就为着要伫网络顶来冲人气。统计目前上少有1000只的霸，伫咧阿拉伯半岛的有钱人的手中，当作是天物咧饲，煞因为唔知影要安怎照顾，造成这的霸出现消化甲代谢的问题，甚至有霸因为长期用关伫真矮的所在，定定出现真掉嘅情形，互人看了真唔甘。That valley down there is becoming known as the cheetah supermarket. That's because many of the trafficked cheetahs are being smuggled across this porous border with Ethiopia into Somaliland. 伫咧东非索马利亚半岛，霸的走私甲买卖，这几年是愈来愈严重。每年拢有300只细只的霸来互掠，关伫咧货箱，也是抓鸭仔内底，送过雅典湾了后，送去阿拉伯，互当地有钱人当作是天物，用来等于个人的社会地位。We have a license to keep these animals, and plus this guy, there's only one cheetah here, and he has a lot of space to run around. 虽然阿拉伯半岛大部分的国家拢禁止民众来买卖，也是饲这野生动物，民众所会当真简单就透过网络平台来买到一只霸6600美金，差不多台票20万。霸是全世界走了上紧的动物。目睭嘛真好，全世界即马敢若剩7500只，比10年前足减一半。有需要就会有饲草，要安怎卖互这珍贵的霸变做有钱人点好价的工具，已经是即马真要紧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荷兰互人讲，脚踏车比人更较济的所在，自转车的停车格实在有够歹找。其中荷兰第4大城乌日特基为着要来解决塞车，也有空气污染的问题，伫市中心特别做一个3层楼高空明车专用的停车场，内底会当插12000台脚踏车，会当讲是全世界上界大型的空明车停车场。第一路的骑脚踏车，伫荷兰是真接快讲紧，未来慢慢烦恼无所在会当停车。荷兰第4大城乌特勒基打造一栋有3楼高的停车场，内底无半台车甲机车，不过才会当停12000台脚踏车，是全世界上大的脚踏车停车场。Wat ik ook echt super chill vind is dat als je hier binnenkomt dat je dan meteen kan zien of er plek is voor je fiets. En ik vind het echt fantastisch dat ik er zo doorheen kan fietsen. Het is ook makkelijk dat je van de begaande grond je fiets heel erg makkelijk op de eerste of de -1 etage kan zetten. Omdat je met een hellingbaan makkelijk omhoog en omlaag fietst. 这个脚踏车停车场看起来真像大卖场内底停车场，24点钟拢有开，愈大众运输卡就会当甲车骑入去停车场内底，画伫涂骹的标示，予民众唔免烦恼会车的问题。内底真光，予真晚才转去厝的民众嘛唔免烦恼安全的问题。另外，阁有挂电子看板，倒一区剩偌济车位，一个看就知影。会当停12000台脚踏车的停车格啊，嘛有提供较大只的脚踏车停的车位，一楼阁有修理店，车若歹去嘛唔免惊。The total cost was well over 30 million euros, which amounts to more than 2,400 euros per parking space. 这个脚踏车停车场开台票10.4亿起来，鼓励民众加骑脚踏车改善空气污染。伫荷兰中部大城乌特勒基，逐天骑脚踏车上班上课的民众有125000人，订做新踏车。脚踏车的停车格嘛少歹找的。乌特勒基政府规期就开钱起一栋全世界上大的脚踏车停车场，唔但真环保，嘛会当互民众的生活更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团团甲圆圆要15岁，动物园今年特别想尽办法替因来做生日。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
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是去不用时呀。十不下。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鸡。鸡就是为古早疙瘩真接看到一般人厝内饲的精生仔，品种真济，脆短短，头壳有红色的鸡冠。鸡公的鸡冠较大粒，透早会甜，较无多肥。鸡卵也有鸡肉拢会当食。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鸡龟，本来是讲鸡食道也有山龙小食的所在，会当底食的物件，落尾变做碰风臭蛋的意思。第二个词就是鸡屎运，意思讲人运气真好。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人咧讲鸡屎落土冒3寸链，伊讲伊惊鸡屎运着头奖，原来拢是咧分鸡龟。另外咱当讲到讲过去真侪词，俗谚语拢是和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鸡较厚生炭。像讲这两天的新闻讲到红红较鸡，台语嘛有一句话讲到盐鸡趁红杯，这个意思就是奥利亚鸡碰果。今日小解这一日鸡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团团甲圆圆，伫月15岁。动物园今年特别想尽办法替因来做生日，特别穿一粒鸡卵糕，保育人员用马道成功，也有求助有成来做鸡卵糕型的设计概念，希望团团圆圆会当替圆仔搁再添一个小弟或者是小妹。啊，若鸡卵糕参与普通时食较无的这个栗子，也有高山啊果，互因会当较痛着。啊，若今仔日办团团圆圆做生日的聚会，邀请民众做伙来祝福。搁再来看到，你敢捌看过奥多拜台专区这么长？这是桃园中立延平路、环北路、12路口这个奥多拜台专区，拢总有24公尺长，是一般奥多拜停单区的4倍。民众讲毋捌看过，伫咧网络引起大家热烈话。某民众认为讲，一个无细腻可能会去缀到线。某人讲，照这个路口上下班的车流量来看，这个停专区是拄好尔尔。红灯若到车道乖乖啊停，奇怪。这两个车道中，机车一台煞一台排较这么远，等青顶一个道斟酌看，这个停单区也未免伤长啊！都有网友伫进前看到这一幕，又上到铺文，引起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忍袂住咧喊惨讲，这个停单区嘛未免长到伤悍啊！若是讲对中立无熟，差一丝仔就会缀线违规。内行的人拢出来护航讲话，讲这的车流量确实是真大。若是拄到上下班时间，这款长度是拄好啊尔。这是真的很好，下班时间真的车子是很多啊。化之后交通又比较好。这个奥多拜的停当区就伫咧中立的延平路到环北路口，记者实地甲测试。为尖峰时间，短几秒钟内底，青灯都还未到，停当区就已经满一半，敢若亲像有需要加长的必要。来甲比值看卖，一般的停当区是6公尺长，若这个加长的是有24公尺长，足足是一般的4倍。我们会研议我们会在9月初的时候，在机车停等区的这个靠近汽车的这一端在地面上再加设一个这个机车的 logo。其实这个停当区是6月时阵道路定铺的时阵规划。若是评估成效袂歹，真侪车流量真大的路段，嘛会考虑要对咧做。不过袂少汽车族因烦恼讲，若是临时要变灯号，安尼就会袂复闪，安尼是要安怎咧？警方表示讲，只要毋是超工的，拢会当免罚。不过要是要提醒赛车的人，若是缀线去互人检举，可能就会收到900块的罚单。要是爱较细致的才好。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看到中秋要到啊！中秋节真侪人爱烘肉，在台中都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中秋节招大家来烘肉，那亲像在度假。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呀。十不下。多花点时间在自己的店上面，我觉得老天爷会疼你啦。你只要认真做事啊，你真的是用心在做的话，我觉得老天都会疼你，都会有那个回馈给你。要有一个家族企业不简单，你要守住它更难，所以你必须同样的味道留住，最后呈现出来给客人的，这是最难的。所以我们就是继续要保持这个东西。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真侪人爱烘肉，要不过即马家庭人数拢少少啊，要招人烘肉，恐惊嘛歹招。台中都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伫咧风景餐厅，塞互我山坡地一个大平台烘肉的自规。明明伫咧餐厅内底，煞互人感觉袂输伫咧户外山坡地同款。另外，中华的武德殿是日本式的古早厝，真有古早味。要不过内底卖是意大利的料理，同款真有特色。日本的蚵仔、阿根廷的红虾，还有羊排、菜色肉卷，拢总放起咧烘台，青搁青草的好料，食甲饱。这是5星级饭店景迪餐厅今年释出的室外沙坡露台烘肉活动，就是要互你有一个无同款的中秋节。在露天的景观台可以看到月亮，我觉得还蛮符合中秋节在外面烤肉的气氛。因为以前都是在家里楼下烤肉啊，所以现在有人会帮你烤，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在一个空中花园里面，然后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烧烤的一个氛围。那食烘肉哪想过，各有饭店的刀子为你服务，唔免家己动手，伫饭店用餐，煞互人有伫沙坡开拍的感觉。另外，伫咧中华，这间有89年历史的武德殿，原本是日本时代演武场，内底展示真侪日本时代真重要的文化物品。啊，那伫边啊，一间希诺基的老厝，其实是一间餐厅，卖煞是意式的料理。环境比较日式建筑的，我们吃到的可能就是寿司比较日式方面的。那现在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那种意式的料理。我们希望传递一种休憩跟美食的结合。伫咧真古朴的日本建筑内底来享受意式的料理，民众拢讲有无同款的滋味。虾米人讲伫咧日式建筑内底袂当来食外国料理，饭店都袂当来有沙坡的感觉。业者就是要制造冲突感，打破一般的印象，让民众有新奇的享受。记者综合报道。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呀。十不下。
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得过来。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看到吗？据理力争。你知道没有被我抓到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开始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道理，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们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被他踩在脚。住下来！那快去找一下。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道理案的主谋。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假使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呀。三不下。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得过来。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看到吗？据理力争。你知道没有被我抓到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
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国有序列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开始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那天晚上怎么了？他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呀。十不下。红的背骨头啊，拢背脆骨骨啦。上下总共有6个螺丝，如果任何一个螺丝掉，没有办法穿。坐飞机到台湾去换那么一个螺丝，你看多麻烦。家属回来就是可能看到都是很片段的状况，那沟通上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跟病人关系好，不代表跟家属关系好。周6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开始我是记者，立新是我的采访对象，我就发现这个组织很特别，非常低调的做，收容很多的不幸少女，我被他们深深感动。同志或者 LGBT 受暴的状况比一般我们说异性恋还高，所以我们在服务当中呢，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接纳他们。我们的捐款人，有人打电话来抗议说，因为你们支持同志，我不捐给你们。请锁定台湾名人堂。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美国查甫名体布莱德彼得主演的科幻电影《星际救援》。29号日咧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办首映会，来行红地毯的拢是大名星。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那天晚上怎么了？